等一下，交棒。好。这一周的朋友们，其实你们可以往前了，因为他们可能回新加坡了，没有回来。可以。来了，往前了，不要，我们又不会吃了你，做这一区900。接下来这首歌实在是切割到的熊啊，因为我们排歌也是非常有一个非常厉害。我们嗨之后一定要安静一下，安静之后一定要很嗨，所以我们从来没有理智过。接下来这首歌为大家带来哪个？好，由老外来说明这首歌。Oh my god！ 请就让他讲讲话。因为本身是泰雅族嘛，然后自己其实很想要做一些自己族群的歌曲，就是现在能力有限，因为我其实我比较会听不太会讲，可能讲就是拼拼凑凑的。然后有一次在一个表演过程，有一个表演，在准备一个表演的时候，有一个朋友他给我听这首歌，然后我觉得很好听，然后也很感动，是来自土浪有干的一首歌，叫做《长河之歌》，献给大家，谢谢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